歡迎嚟到業債輪迴樂園，呢度唔黐線唔正常，你既可以笑住玩，又可以玩住還業債，坐上因果摩天輪，轉完因果唔使輪，再搭輪迴過山車，體驗人生高高低低，轉到你頭都暈，轉到你肺都甩，揸住涅槃碰碰車，唔使去叫救護車，再玩18層地獄跳樓機，跳得快唔使捱世界，玩完業力咖啡杯就要飲杯因果咖啡，再食埋煙消雲散棉花糖，包你煙消雲散，走之前埋去因果報應站影返輯相留念下。記住業債唔怕多，最緊要玩得多，笑住還，業力唔使煩。正所謂業債難還心又煩，睇完條片笑一餐，都係搞下笑開心下啫。記得 subscribe、like and share。